金钟专题的报道来看到了拖延台体行嘅比桶有进重要嘅关块，还有调节气候嘅功能，未系进特殊嘅景观。客家天气嘅气壳比桶是对了同客家真有关系嘅比桶出发，来调节台湾天气圈及冷门嘅推理壳。嘅水壳用拍2年嘅时间来筹备，因为今年嘅金钟奖气壳节目拖延建设等共3个奖项。中原度连续4梦事件，做法同传说受到主贵嘅比桶有关系，身边大家人做法抢有嫌疑。推理剧比桶用抗日生发离唔开嘅比桶做主要重建，但是大家角色先关头负面嘅部分，未系几十年嘅拖延中进用，提起摆起做推理剧，经过6年嘅筹备将完成。一些业界，但是不是在客台的工作的，听到推理剧啊，这个应该没什么人要看。那我们当然就会觉得说很不服气，然后你又没看你就这样子讲，对，所以其实就是一开始接到这个戏就会觉得说，我们应该要把它做好。我们到底查案查得怎么样？有吗？检查，比桶本来就是本人出租的。故事太试图讲被台湾抗日落实的比桶，一方面也表现出水气当中的感觉。另外一方面，只想客家热气，过去增加气的难度。要不然知道我身为制作人，知道他大爽还遗憾的就讲，主角啊林若雅，他这一次啊真的是拼命三娘，吼，伊唔晓抽水的哦，伊敢落个笔筒度吼，本伊按浸落水了度，伊完全唔会抽水的人哦。比桶因为今年天视金钟奖、头演奖中进奖，但公奖喜市民、接摄奖潘秋妍。比桶喺太前年迷你剧摄讨开年拿到编剧男主角3个奖项了后，向为制作团队挑战台湾天视片及模拟爱做的推理剧，显示客家天视台较兴趣无强款类型的喜剧。靠新闻台关注，是志伟刘文辉特别报道。